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8号，这一期咱们再闲聊一下新能源汽车。因为到了2025年这个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是到了一个紧要关头我看有这个媒体有很多网友说中国的电动汽车如烈火喷油一般高涨，无论是国内的销售还是国际销售，都是形势一片大好。这个确实你看那个中国乘用车那个销量数字都是很不错的，很亮眼。但是风险往往就隐藏在这些数据的背后，这些亮眼的数据反而可能让我们忽视了背后的风险。就像恒大暴雷前一样，恒大暴雷以前实际上有很多机构研究员都提出了这个问题都看到了问题，但是当时谁也不能接受，甚至有人认为你这些机构都是故意唱空做空咱们的房地产，遭到这个痛斥有的甚至责令改正。这个大家回忆一下就知道了有国外一些评级机构早就把恒大评级下调，还遭了咱们有关部门的痛斥。所以今天聊一聊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实际上是要警醒狂欢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又一个的陷阱。2024年这个新能源汽车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一边是对吧？比亚迪这个销量创新高，在我的印象中，因为我也不记这些数字好像它已经超过这个拉了。一边是那个小米据说卖的不错，小米的股价还走高了。但同时一面又是什么高和汽车破产，哪吒汽车连网站都打不开了，哪吒汽车工资发不出来这两天好像说哪吒汽车那个什么直营店统统的关门跑路了。他这样就是能维持，又能维持多长时间呢？苟延残喘。那更狗血的就是年底那个极越汽车闹出这一档子事，轰轰烈烈的关门，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实际上反映出是这个市场竞争加剧，内卷极度的这个叫内卷。1月5号的消息说极越车主他们也想像这个极越的员工一样找这个大股东负责，说百度冷漠对待车主，维权行动坚定不移。说今日北京、天津、河北车友自发前往百度总部，希望就当前事件与百度方面展开直接沟通。然而百度的行为彻底激起了车主们的愤怒，说百度的态度冷漠傲慢，拒绝一切形式的沟通，拒绝出面，在车友明确提出希望与百度方面代表面对面沟通的情况下，说百度方直接拒绝派出任何代表沟通。第二个是禁止进入，更令人震惊的是，百度在车辆入口设置地刺，防止车主车辆进入，禁止车主进入百度总部大楼，试图以这种粗暴的方式切断车主的维权之路。第三个说，通过警方传达立场，一家知名企业百度连面对消费者的勇气都没有，只敢通过警方转述拒绝一切线下沟通，即使线上交流也不会以百度官方身份发生，如此冷漠敷衍，哪里还能看到一家大企业应有的责任与担当？说百度的行为不仅让车主们寒心，更是在挑战企业社会责任底线。如此逃避，如此冷漠，他们是否还记得自己成功离不开用户的支持？企业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力机构，而是要为社会创造价值，为用户提供服务。面对如此明确的诉求，百度不仅毫无诚意解决问题，反而设置障碍，阻断沟通渠道。这种行为是对消费者权益的践踏，也是对社会责任的公然蔑视。百度的种种行径已经彻底激怒了车主。作为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百度在公众面前展现出的这种冷漠与傲慢，实质是在自毁声誉，拒绝沟通，强行阻止，借口逃避。百度如此践踏社会责任和消费者权益，已经丝毫没有企业应有的担当和良心。这些极越车主跑到百度总部去维权，这个咱们要有一说一，百度虽然不是什么个好企业，但是极越车主这一次错的离谱，那这个就属于闹。如果你要这样去百度总部，那么百度报警，这个警方是可以采取措施的，因为这个性质不一样。极越的车主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看到这个那个极越的职工，你不是百度你们出面给人家把社保补了吗？然后给人家发补偿 N+1 解散，那为什么给我们车主
主就不给个说法呢？这里面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家百度只是集悦的股东，股东是以自己出资为限额，我出了10个亿、20个亿，这20亿花完就完了，我自认倒霉。你买的是集悦的车，不是百度汽车，对吧？这个还是要搞清楚的啊。你看到职工问题解决了，所以你们也像职工这样，也去逼一把百度，让他再掏钱，这个怎么说都有点无理取闹啊。然后那你为啥不去逼这个吉利呢？吉利也是大股东啊，所以说啊，于法无据啊，这实际上是理亏，对吧？你不能因为人家职工问题解决了，你要跟人家职工拼着。百度啊，跟吉利，人家解决集悦的职工的问题，那叫勤奋；不解决，你也没脾气。从法律上来说啊，人家不需要解决的，人家解决职工问题，那只是承担社会责任，那主动承担啊，而且承担了不该他承担的。所以说，百度虽然不是什么好企业，但在这事上面，咱们还得有理有据啊，得依法呀。那人家就说了，那这些车主倒霉是吗？没办法，还真叫倒霉。你这车主实际上和买到烂尾楼的这业主是一样，那就是点儿背倒霉。那怎么办呢？怎么办？那就要求你下次买车你就别买这些，对吧？你不能把眼睛擦亮一点吗？你买那靠谱品牌的车，对吧？你自己选的这些新势力，人家一吹的天花乱坠，你就买了，你得为自己的认知负责啊！这个事情实际上也告诉我们啊，买车你得小心，对吧？买那些能负得起责任的品牌，对吧？能赔得起钱的品牌，买那些你一旦维权，全国人民都帮你的。比如说啊，某些洋品牌，你只要一买，它出了事，你就索赔啊！你一索赔，他不给，那全国人民帮你，对吧？你非要去买这些不着调的，你现在要跑去维权，手心手背都是肉，那你让全国老百姓怎么帮你？对吧？百度也是咱们民族企业啊，那特斯拉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你买特斯拉，一旦出问题，咱都帮你维权。说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在2025年、2026年，就接下来大家想买车、买新能源汽车，那你一定要擦亮眼睛，为了避免重蹈吉悦汽车车主这个覆辙啊，大家还是首选那些靠谱的品牌。因为有的人，尤其是现在新能源汽车啊，买完之后并不是就结束了，你跟油车不一样，油车买完之后，你说我不找 4S 店，无所谓吧，对吧？我不再找汽车厂家也无所谓，你的车有问题，汽修厂、汽配城都能解决。但是啊，新能源汽车还真不一样，对吧？它很多那个质保啊，跟它电池有关系。那电池一保8年或者多少年，它有各种各样的条款。那个电池啊，只能去原厂去解决，有什么问题啊，或者原厂授权，它还真不能说随随便便找个汽配城啊，找个什么其他的汽修厂给它解决。所以这个要求我们，你选新能源汽车，你把眼睛擦亮，你不能图那个什么概念啊，人家冰箱大。彩电大，沙发坐着舒服，能够跳舞，能够吃火锅，你就买，为自己认知买单。这里要说的啊，就是咱们新能源汽车接下来这主机厂商这么多，2025年、2026年必然有很多啊，恐怕也从大众的视线中消失，就像吉悦汽车一样，即使它背后老板股东很有实力，一个是百度，一个是吉利，也一样养不活它，救不活它。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这个每一个新能源汽车厂商后面都有资本，既然大家都不赚钱，或者赚钱的非常少，都在烧钱，现在就是看谁能够烧得持久。有的啊，虽然看上去股东很有实力，财大气粗，但是股东啊战略发生变化，人家不想在这个赛道再去玩了，这个赛道太烧钱，止损，所以他就选择退出啊，选择不再继续投钱。那一旦这个新能源汽车厂商断供，就是大股东不给他再投钱了，他也融不来别的资金，只有死路一条，没有任何机会。现在新能源汽车啊厂商他们很少有什么专利，或者他即使标榜啊他有专利，那个专利不值钱，对吧？你看那个小米苏7，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专利，他那个壳子是人家专利到期了，他直接抄的，他有什么专利呢？那个三电有什么专利啊？就是他标榜有专利，那专利也无所谓，就别人也一样的可以啊，通过别的方式实现。也就是说啊，这些企业一旦出问题，它没有被重组的价值，就没有被收购的价值，它没有什么资产。如果你不像那摩托罗拉。他不干手机了，人家把这整个部门可以卖给联想或者卖给其他的，因为他有很多专利，这个专利啊你还绕不过去。你比如说这个对吧，英特尔是英特尔吧，应该 IBM 把自己的这个个人电脑业务卖掉，它有很多专利技术，它有很多这个还市场，所以它有价值。你这么一看的话，这些很多新能源汽车品牌，你比如说吉悦汽车，你比如说已经到了高和，前面还好多啊，它有什么价值？没有重整价值。你比如说恒大汽车花了400多亿买的，它有什么价值？它还买了很多专利，它只能搁在那儿这个清零没了。所以资本啊一看到这个市场目前卷成这样，很多资本一看再烧钱已经没有希望了，人家也在开始打退堂鼓，不想再投钱了。所以很多啊咱们现在还知道的这个主机厂商，恐怕2025年、2026年
要出清，就要爆雷，因为这个市场养活不了这么多厂家。我们以比亚迪为例，比亚迪是咱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头部，甚至可以说是新能源汽车的一哥，没毛病。正因为它是一哥啊，所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恒大呀。恒大当年也是房地产的一哥啊，但许老板在楼上挥手的时候，谁能想到，对吧？2-3年以后，恒大就爆雷了呢？当年的恒大是如日中天呢。当记者问徐家印，对吧？在这个业绩发布会上说恒大是不是现金流出现问题，资金有问题？那许老板觉得很诧异，那意思就是你这记者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一个账面有3000亿现金的企业，你居然说他现金流有问题，这个让我想起了这个万达的王老板也是怼记者，对吧？记者说你这万达现在是负债多少亿，说你这是富翁啊，大概这意思啊。那个王老板很认真的纠正这个记者，万达的负债是万达的负债啊，我个人负债是我个人的，万达的负债不是我个人的。这个王老板答得很好，就是万达的财富是我的，资产是我的，所以你算首富，那我是你。这时候万达又是的了，一旦说负债的时候，对不起啊，万达的负债是万达的负债，跟我没关系啊，不要乱扯。你看看这种移花接木啊，这很厉害。然后他解释，你光谈负债不谈资产，那就是耍流氓。我们万达的资产有多少啊？负债4000亿，万达资产6000亿，我们还有2000亿。他又是偷换概念。什么意思？偷换概念呢？就是你负债是刚性的，你资产是弹性的。好的时候是6000亿，还有8000亿呢；不好的时候它就值2000亿，1000亿都卖不掉。400多家万达广场在王老板手上，他就是卖不掉啊，没人接盘呢。我这么说啊，就是为了对比这个比亚迪。你现在说比亚迪不会爆雷的，或者说比亚迪没有爆雷的担忧，实际上和4年前说恒大是不会爆雷的是一个路子，一种思维。实际上我认为啊，2025年、2026年最难过的新能源汽车就是比亚迪。为什么这么说啊？有几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比亚迪现在我们举个例子啊，它就相当于那个骑自行车啊，你只有骑的速度起来了，你不会摔跤。你这个自行车速度一旦慢下来，越来越慢，你越容易保持不了平衡，就要摔跤。但是你说你是花样自行车运动员，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对吧？是不是骑得越快越平稳不摔跤？你速度一慢下来就要摔跤。那也就是说25年、26年一旦新能源汽车这个销量一下滑，那就是水落石出，水在裸泳，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根据比亚迪的财报公开数据，比亚迪的负债，对吧？它的负债率已经达到将近80%，什么概念？它现在为什么能平稳呢？是因为它销量还连年在增长。连年增长的销量，它把这些负债啊，相当于掩盖了。你卖的越多，回来的钱越多，回来的钱越多，那周转的越快，周转的越快，这些应付账款、贷款啊，都能给你慢慢付，有钱回来。不跟恒大一样吗？跟现在的房地产是不是一模一样？一旦韭菜不买房，一旦卖房的速度降下来，谁都活不下去啊！连万科这样的优等生，对吧？算是不错的房地产企业里面，万科真的是算不错的，他都扛不下去啊，对吧？你看看央企华侨城的违约，债务到期还不了，就因为房子卖不动嘛。所以你想想，一旦汽车卖不动，新能源汽车销量下滑，谁负债率高，谁就会先爆雷，爆雷的风险就大。比亚迪的负债啊，你可以说他现在就是在走钢丝啊，就他的财务状况非常严峻，所以它只能保持它的销量在增长，销量增长，现金流越来越多。一旦下滑啊，就像建筑在沙滩上的城堡。比亚迪的这个账期啊，因为我没有实际接触过啊，这个我也在网上看的，很多供应商吐槽啊，比亚迪的账期已经超过315天，也就这个还算好的啊。而且比亚迪啊，结算方式采用的是承兑汇票，而且这些商票啊，很多啊没有银行的背书，没有银行背书什么意思呢？这些商票的信用啊，都是企业信用，也就是靠比亚迪自己的信用在支撑。根据比亚迪自己公布的数据啊，2020年8月，这个迪链呢，就是比亚迪的供应链，迪链签发额已经突破100亿。2022年1月，迪链签发额突破了1000亿。2022年8月，迪链的签发额突破2000亿。2023年1月，仅仅过去5个月，迪链签发额突破了3000亿。2023年5月，也就是又过去4个月，这个迪链的签发额达到了4000亿，就是4个月涨1000亿。迪链啊，你把它理解成比亚迪自己内部这供应商供应链之间玩的一种叫发债游戏，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发债，是他们小圈子在玩。自从那之后啊，突破4000亿以后，这个就没有再公布过迪链的签发规模。但是大家按照以往它的增长速度，这个迪链恐怕超过了7-8千亿，就是这都是估算啊，因为超它这个速度啊，4个月就增加1000亿，什么概念？它为什么现在不公布了呢？就像那个什么失业率太高啊，所以咱们技术性的暂停一下，先不公布了，等到调整好了再公布，免得吓着你们。这个迪链也差不多啊。根据他自己公布的迪链的数据啊，再结合比亚迪自己的那个财报，你就会发现他那个财报的应付账款呢有问题。
题。比亚迪2023年9月这个财报显示啊，就是那个上半年的半年报啊，提炼的应付是1650亿，但是2023年5月份呢，自己公布的这个签发金额都已经到了4000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对吧？等到他9月份公布财报的时候，但是提炼的应付也变成1650亿，就是短短的4个月里面，他又付掉了3000亿，就把3000亿付出去，这种可能性没有的。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提炼它的这个账期内的，就是315天这个账期内的这个金额没有算入资产负债表，它那个公布的1650亿仅仅是账期到期应付的，就这笔钱要付，马上就要付了。所以跟着测算啊，它的这个比亚迪的总资产是6862亿，咱们就说它这个资产是实的啊，而且现在看你也别给它贬值，因为咱刚才说了，资产是弹性的。只有供应账款啊，应付账款，那这不负债那是刚性的。它的负债是5316亿，那就是它的净资产啊是1546亿。但是刚才咱们已经测算了，它的提炼里面，它的还没有计入它这个就是资产负债表里面的那个应付账款，也就是说，根据估算，实际上比亚迪恐怕已经是资不抵债的状况。那有人就说了，那为什么它还在运转呢？这问题就在账期上面啊。这本来账期比如说是6个月，它汽车供应链恐怕特殊啊，有6个月的，有9个月，这不要紧嘛。你本来是平均是9个月账期，实际上就是主机厂商拿着供应商的钱，本来这个钱应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把钱给人家，但是他不给人家钱，把钱拖着9个月以后再给，那实际上你就占用了供应链，对吧？供应商的钱在做生意，你本来是占用9个月的，你9个月应付是比如说是10个亿，好，你现在改成12个月，就我要占用你的钱12个月，12个月以后再给，那你是12个月你会欠供应商多少钱呢？对吧？你9个月占人家10个亿，12个月恐怕就占人家12个亿，也就是说你占人家供应商的钱越来越多，你把人家钱占了，但是你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啊有没有完整的体现出来？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隐藏的风险。这就是说实际上他恐怕已经是资不抵债，但是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因为只要我还在卖，只要你供应商还在给我供货，然后我呢只是把这个账期给你调长一点，你看8个缸5个盖子也能捂，本来是8个缸6个盖子捂的就非常这个自如，现在8个缸只有5个盖子了，那我努力也能捂，现在是这么个状态啊。这个关于比亚迪的这个供应链啊，这网上有个人吐槽，这个是曾经的比亚迪的供应商一个员工，我看他是在知乎上还是在什么上发了一个文章，叫不要把比亚迪搞成下一个恒大。你看看这个曾经的业内人士他是怎么评价比亚迪的这个账期的。他说啊，比亚迪突飞猛进，销售一片大好，但对下游供应商以及自己的员工做法像极了巅峰时期的恒大。比亚迪的员工的做法咱就不聊了，因为国内的企业都差不多，都是血汗工厂，谁不比谁好多少，就是咱先不聊这个了，只聊供应商应付账款。这个作者说啊，你的销售这么牛逼，出口这么欣欣向荣，可就是没钱给供应商结款，没有钱给自己的员工增加福利，那你这么大的汽车销售量，钱都去了哪里呢？说不要跟我扯金融术语、生产术语或者傻宏大的战略术士，我只相信常识，而且这都是当年恒大玩剩下的。说本人是汽车链上内外事件的从业者，比亚迪的货款1级供应商如严峰、奥托利夫、君盛这样的顶流们都很难在6个月内拿到货款，2级供应商至少1年。你刚才说它的平均的账期是315天嘛，那就差不多了，能对应上。这个作者说啊，我们的政府、监管、金融等职能机构要有所警醒，有所作为，适当的监管督促比亚迪们合规合法运营，这既是你们的责任，也是对比亚迪们爱护以及保护。然后他说啊，我个人纯粹是技术员出身，有幸参与到了汽车产业链行业的项目管理，并且同时对接的过国内1级车厂供应商客户、国外1级车厂供应商客户，知晓他们付款方式差异巨大。我记得有一阵子那个特斯拉还专门公布了，特斯拉那公关部的那个什么，那个叫陶林的，专门公布了特斯拉的供应那个账期是6个月吧，绝不拖欠。这个作者说啊，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说同样是严峰，他说上海严峰的货款，你得自己不停的去追问啥时候可以开票收款。他说德国的严峰货款到了月底，你不开票去收款，那边的财务大妈就要岳阳电话过来抱怨，因为人家的财务已经做好预算，到了月底钱必须要付出去，
放在账上，就会影响他的财务安排。就人家到点必须把钱就付给你，你得必须马上开票。如果你要不配合，那影响人家这个资金平衡。但是你看咱们国内呢，就是能拖就拖，你把票开过去，人家不给你付钱，等着吧。这要是做过外资企业的朋友，对这个应该一点都不陌生。这也是为啥国内的企业，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民营企业喜欢做外单，也跟外资企业合作非常愉快的原因。他说没有要贬低上海盐丰的意思，他在业内实际上已经比绝大多数要优秀得多。他说本人所在的企业2018年3月份开始做西安比亚迪的产品，他就是后来爆款送19，到2019年因为1年之久拿不到货款，公司管理层多方权衡，最后忍痛切掉比亚迪的业务。没想到比亚迪在2019年后狂飙突进，现在内部管理层偶尔也会反思，是我们错了吗？要是我们那时候继续走下去，公司是不是也已经量级跃升？也就是他们公司的老板啊，当初鉴于这个比亚迪的这个账期有一年都要不回来钱，所以他们忍痛啊是不做了，这么做很危险的。结果后面他一不做了，比亚迪就突飞猛进，爆发式增长。那这个决定不做的老板也觉得后悔啊，如果当时坚持一下，那他们这个企业那不也是爆发式增长吗？水涨船高啊，借光啊，这确实值得反思啊。但是啊，他说最终我们老板的结论是不后悔。他说作为民营企业，我们能生存30年，活得还不差，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坚守常识，稳健经营。因为如果遇到不幸啊，遇到恒大这样的例子，作为小规模的追随者，公司就会立马灰飞烟灭。你看看这管理层还是对的啊，就是你不要光看见它高速发展的时候，哇，你跟着后面沾光，你没有去看一看恒大的那些供应商一个个的破产，要死要活的。所以还是要稳健发展，也就是我们步子可以小一点，但是我们叫可持续发展，稳健经营，对吧？这是一个恒大的曾经的供应商他吐槽。实际上啊，我认为啊，比亚迪啊作为一个本土的汽车品牌发展到今天也不容易，它毕竟呢涉及到上上下下产业链，还有多少员工，所以我们也不希望它像恒大那样出事。哎，你看恒大一出事，谁有好处啊？实际上是都受损失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恒大暴雷，实际上没有人能从中获益啊。同样的啊，如果比亚迪暴雷，也不会有人从中说能得到好处，对吧？多少人失业啊，多少供应商要破产，多大的债务。所以我们也希望，对吧？这个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尤其这龙头企业能够稳健经营呢，脚踏实地，那这样还能解决几十万人就业啊，这还多少万的这个供应商啊。但是很多事情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吧？一旦大家都不买车了，汽车销量一下来，就要水落石出啊，纸包不住火。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还有时间，跟时间赛跑啊，不能这么滚雪球继续往下滚，对吧？你这么滚，雷只会越来越大。我们在以前节目也说过了，这未来对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相当的不友好，对吧？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决定了25年、26年这个压力是越来越大，对吧？新能源汽车产能是严重过剩，然后他们出海呢，恐怕也会受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看看啊，出海，比亚迪在巴西，你看就遭遇了这个劳工待遇问题。这个稍有不慎啊，对吧？你在巴西的项目恐怕就要停止啊，或者是进度大受影响。你不出海吧，那你就出口，你出口人家加关税也是很难卖。你国内呢？你看看国内受国内经济影响，本来大家现在这消费降级，甚至是消费没了、消失了。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渗透力啊，已经达到了50%，甚至比50%还要多了。你很难指望它再往上增加。卖10辆车里面，现在已经差不多5辆或者6辆是新能源汽车啊，剩下的4辆才是油车，你还怎么增长？而且整个的汽车销量估计啊要走下坡路，再加上国内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主力啊，就网约车到处都饱和啊，因为网约车是新能源汽车的主力啊，大客户啊，这玩意儿一饱和，你还怎么弄？再加上这个接下来2年这个汽车电池啊，恐怕进入这个换电高峰期，对吧？也有很多车主恐怕得买新能源汽车，持有这个重新审视了，觉得值不值啊？这些都会制约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一旦销量往下走，就像咱们房子卖不动一样，一旦新能源汽车卖不动，大家想一想，谁先爆雷啊？第一个要比拼他们的大股东，大股东有没有钱？大股东有钱继续烧，对吧？把其他的对手都烧黄，剩他一家，哎，他就能活。还有一种什么呢？看这个品牌他们的融资能力，就是大股东给不了钱，但是我可以别的股东啊，对吧？去中东找土豪借钱。
烧钱，考验汽车厂家的融资能力。你接着融100亿美金来，接着烧，要么就是卖车，对吧？你让消费者都来买你的车，不光是比亚迪啊，实际上小米也一样。你看看小米最近的股价莫名其妙下跌，我就怀疑啊，恐怕跟小米这个汽车销量有关系。那个热乎劲已经过去了，这个资本是最敏感的，对吧？人家从你的财报里面，从你发布的这些汽车产品里面就发现了你这个恐怕后劲不足啊，你的前面这个都有问题啊，人家就开始撤退了，一波炒完就行了。同样也是比亚迪啊，比亚迪刚开始的时候，巴菲特的看好，对吧？巴菲特投资比亚迪嘛，赚了几倍吧，哎，人家现在全部卖出是吧？撤了，为什么？为什么不看好？应该继续看好才对啊，对吧？资本对比亚迪、对小米是什么态度？人家是拿脚投票，所以你要小心啊。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想买车，买新能源汽车，你得看看牌子，对吧？看看这公司，万一出了问题，你的权益能不能得到保障，对吧？这是对咱们买车的人来说。那对这些做生意的人来说呢？你作为供应商，你能不能跟人合作，对吧？如果账期1年，你玩得起吗？一旦它黄了，你这1年白干，你的货款搭在里面，不是你的利润呢。如果说仅仅利润没了不要紧啊，对吧？我这3年白干嘛，你的货款还在里面，那你就完了，对吧？你的应收拿不回来，你的应付那是干性的，那你就破产。所以说对供应商来说，现在就是进退维谷啊，不做吧没业务了，做吧这风险很大呀，万一它黄了，你也跟着后面破产。实际上啊，我觉得抗风险能力小的供应商，这个时候啊，25年、26年应该是收工啊，对吧？把钱能收回来，账期这么长就别做了，谁愿意做谁做去，风险这么大。说1000到1万啊，还是要看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不是见顶回落。你只要是见顶回落，那后面的事情必然发生，谁也救不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